今即个吼80外斤啊，吼，卖了即套新中式啊，妈妈套装，下去上鸡买菜啊，家点问讲，我即套讲用两边营养，会真正咯，会即套衫裤骹上高重哦，我一定甲大家姊妹们啊分享，即套衫裤最大尾可以穿到87斤，而且呢吼。会伊个花纹啊吼是压高档伊种哦新中式嘅设计，三星主工都非常水，嘿，你睇哦穿起来吼，腰要夹掉，肚要夹掉，衫是要穿边个，特别吼是即条裤啊吼，正强啊吼，有那个裤底，而且伊即条裤吼穿了有啲咩闊腿型，啊有假時啊咯，後啊吼。嘿，袂長袂短，當嗰種米歐背吼，穿啊那種高溫褲，啊有假時咯，嘿，這衫褲吼，出門物價又高貴。又大方，而且呢吼又非常美觀啊！咱不管到厝穿也好，愛甲出門物件，愛甲行街物件，拍到做物件了，會骹少是有加時咯，熱了啊吼，上身脫冰涼，是咪舒服了？會恁大家人啊吼，會需要噶點幾隻兩隻去拍，伊這個顏色啊吼，藍色也非常好睇，主要就是有花紋啊，這個顏色有花紋啊，非常水，恁大家人會嚇噶吼，才有運危險啊咧，點開票這兩隻恁去拍頭同我穿，真正咧是非常好睇咧。